巴拉扎，兰扎耶梭哈，唵赞巴拉，扎连扎呀吽。今天是初五嘛，对不对？那初五本身你们的这个习俗里面来说的话，就有什么意思呢？啊，财神本来在哪里啊？啊？那我们财神连财神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去迎啊？对不对吧？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财神在哪里，对吧？对呀，所以呢，就我们先一定要知道财神在哪里，然后要不要跟财神做朋友，这个是很重要嘛，对不对？要跟财神做朋友，对吧？但是呢，就知道他在哪里啊。如果我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去跟他做朋友啊？对不对？那就是要跟他做朋友的话，就是需要什么条件？那你们觉得呢？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赢得到他来啊？啊？我们修行人有没有可能引导他来跟我们成为朋友？有没有可能啊？有吗？有很大的保护是吧？什么原因呢？啊？什么原因啊？啊？不回答还是说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真的答不出来吗？不会答。那为什么说有可能会有机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有可能啊？啊？所以其实财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也是还好，不用知道。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去讲根本上的我们的财神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过去的福报在哪里，对不对？如果我们过去福报在已经是很多，而且是快要实现的话，那就随时都会财神随时都会出现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利益来说的，不光是这个实践的那种物质的利益啊，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智慧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有智慧，那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说的所谓的智慧是佛说的这种智慧啊，懂得修善断恶的这种智慧，又并不是说世间人的那种小聪明的智慧，或者是世间法的这些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世间法的智慧，那当然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上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用，但是这个是很短暂的。人生本身就是很短暂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在幸福快乐其实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生生世世。我们今天在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要好，我要发财，我要幸福，我要快乐，我要圆满，对吧？我要健康。但是你下意识，无论你做任何的动物也是一样的只喜欢快乐，只喜欢幸福，不喜欢痛苦。那我们很多人觉得就是实践的很多人认为呢，除了人类以外，好像其他的很多动物都是没有什么这种怎么说呢苦乐的这种感觉，会有这样想，这只是人类想象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众生都是没有感受的，都有感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父母众生都是在
六道的轮回当中。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是我们要去救度的，就可以这样去想。那么我们所有的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是要发菩提心。那我们如果是你们刚刚讲的一样，有可能能够可以引导财神，这个是唯一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经常都是做善事，做很多的功德，我们有一定的福报。我们比起很多众生来说的话，我们是很有福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求个实践的财，也是比很多人来说的应该是来得更容易。会这样想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这是可以的。但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那么你最圆满的财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满足。内心有满足的话，那就是带来的幸福跟快乐，比外在的这个物质的金钱来得更殊胜，也更圆满。所以我们今天是初五呢，就是我们开始要安排这个法会来说到，就是为什么安排财神法会呢？就是当然就是你们刚刚说的一样，意识就是要迎是吧？迎财神。那迎他来做什么呢？我们先供养一点点水跟还有一些水果小小的，然后希望是什么呢？他给我们更多的财，对不对？我们只供养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他呢就是要给我们更多的财，对不对？是不是嘛？是。但是我们呢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想，那这个起心动念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修行人，所以我们知道为了修心，所以就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就要顺利圆满，那么不会出现太多的修行上的障碍，能够可以圆满很多功课。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从今天开始一定要这样去想，不然的话就我们只是为了短暂的时间。那有些人就都说，哎呀，我已经修行了，修行以后我就不能变穷啊，修行以后变穷了的话就很丢脸啊，会这样想的人也有啊。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个很奇奇怪怪的人都会有的。有些人就觉得好像修行是为了要发财一样的，谁皈依了以后好像越来越穷了，会有这种，或者是谁皈依了以后他越来越好，这两句话都是很奇怪的。实际上这两种话都是很就是怎么说呢？那他的这种思想对信仰跟对这种佛陀的教育的看法跟这个上面来说的，他的思想是很小朋友的那种思想，很低的，非常非常小的一种想法。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这个教育是为了要解脱轮回的痛苦，而且也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怎么说呢，幸福与痛苦全部都是有因果的，过去的因，今生的果对不对？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知道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谁皈依了以后就一定要发财，不发财的话就不皈依的那种这就是世间人的一种很知识的，都是我执特别重的，就是一直都是想我，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那种。那你刚发财也没有用。那你如果是真的，你拜神也好，拜佛也好那些方面都是，就是你求什么得什么那种说是这样说，但是求的方法是一定要很对，才是会真正的得到的。你求佛就会得到佛，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就是修持的，从基到过，从这个佛陀的教育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你就在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密乘也好，金刚乘也好，都是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必须得要经过完整的过程，
要经过怎么说呢？闻思修持3个过程呢，就是完整的没有颠倒的一个过程，都是必须得要圆满才会得到佛啊，得到佛的境界嘛，对不对？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你只是这个，比如说尤其是修持佛法，你今天都是为了发财而修持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实践的成语里面所讲的大材小用，就根本就是浪费了最殊胜的东西一样的。就